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出埃及記第21章第1節至36節，主題係上主頒布約書之一，人命與財產。作者喺出埃及記第21章記載，摩西喺山上面接受上主頒布嘅典章內容，包括奴隸制度、暴力、財產同責任嘅規定。開始時，經文記載上主為以色列民制定咗奴隸嘅買賣同埋釋放嘅條件，強調奴隸喺服侍主人第7年之後可以選擇自由離去。之後，律法詳述記載，如果有人向另一個人施行暴力行為時要面臨嘅後果，包括賠償同懲罰措施。如果有人故意去傷害其他人，將會面臨相應嘅刑罰，甚至生命嘅代價。最後就係牲畜傷人，又或者傷害牲畜所規定嘅賠償責任。另外，對於財產同契約嘅規範都有提及，包括偷竊嘅懲罰同點樣處理損失等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出埃及記第21章記載，上主制定法律同懲罰嘅標準，反映上主對公義嘅重視。咁你認為喺活出公義嘅同時，能唔能夠同時展現對其他人嘅憐憫呢？喺公義同憐憫兩者之間，能唔能夠冇矛盾呢？